分享完2025年呢，我哋繼續落去分享2026年啦。首先大家請注意呢，2026年我係講緊馬年啊，佢嘅開始同埋結束呢，都係以立春日、立春呢係作為一個開始同終結。咁請大家注意呢，我係講緊一年屋企家宅運氣嘅啫，所以呢，我就係仍然都係揾樓呢，呢個唔係唯一嘅考慮條件嚟㗎。即係我舉一個例，就係如果一個風水好差嘅樓，即使咧流年上咧嗰一年嗰個流年風水好好咧，對佢嘅幫助咧都係極為有限嘅。咁所以呢一個唯一嘅指標咧，就只不過咧幫你哋喺睇風水之餘，咁作為一個初步評選一間屋，譬如你想追求邊一方面，咁你就可以咧追求返某一個方位咧，去作為一個考慮，或者咧剔除咗比較唔吉利嘅方位。咁首先我哋睇返咧2026年馬年咧，首先我哋講唔建議，即係話咧比較多麻煩嘢啊，或者個健康運比較差嘅方位。咁原來係坐正北向正南，而咧門口開喺前方中間嘅位置，開喺間屋正南方嘅位置。咁呢個咧係我哋叫做五黃大病星咧，就喺呢個方位，所以咧就唔係咁推薦，可以嘅話就避免啦。咁啊，第二咧就係尤其是仍然都重複啦。當你去揾一間短期嘅租務嘅時候咧，咁啊盡量避免咧係門或者窗咧對住一個建築嘅情況啦。即係好近嘅動土咧，咁就唔好啦。因為有時咧化解咧都未必可以將所有不利嘅因素咧係可以全部都冇，最多都係大事化小。咁啊，另外咧譬如一個短期嘅租務，你係間屋個門口對住個 lift 咧，咁即係日日咁樣開關咧。咁如果咁啱就係我講嘅坐正北向正南，咁啊前方中間開門咧對住個 lift 咧，咁呢個都係一個唔係利好嘅信號嚟嘅。即係嗰個家宅嘅運氣咧，都會唔係太好。跟住第二個方位咧，就係唔建議選擇啦，仍然都係就係坐東南向西北嘅單位，咁都係啦，前方中間開門。咁原來咧就係我哋二黑巨門星嘅，即係一個小病星嘅位置。咁呢個位咧，由於佢係容易咧我哋叫不利喉嚨氣管啊，咁啊腹部腸胃不適啊，咁我哋都係唔建議選擇嘅一個小病星嘅位置。